一個人打天下，定係一班人齊上齊落？我哋一齊聽下呢個故事。細個嗰陣，我有個朋友叫阿文，成日覺得自己好叻，啲 project 全部一腳踢，但係到最後成績都係一般，突圍而出。有一次團體嘅 project， 佢終於肯同大家合作，結果唔止做得快，仲做咗好多自己諗唔到嘅新 idea。呢次之後，佢先真正知道團隊有幾勁，好似易經嘅第7卦兌卦，用兵領眾，組織紀律，以政領導，就係話打仗唔可以一個人衝，要有隊友，有領袖，大家一齊撐先至可以打贏到仗。現代嘅講法即係話做咩都好，揾啱人，齊心協力，識得揾人幫手先至係真本事，力量就會大好多。正所謂一人難撐大樹，眾人合力而生。你又有冇試過一齊合作，結果超出自己嘅想象？留言同我分享下你嘅團隊故事，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你隊友，等我哋一齊勁上加勁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